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进来。对不起，下属在外面等。你是不是病人家属？啊，不是，那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算认识。认识？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皇帝。皇帝？姓什么？姓唐吧？不对，姓李。到底姓什么？姓李。李皇帝。名字好奇怪呀！哎呀，什么呀？佳叶，你还活着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冯峰啊，冯妙莲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永寿寺、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叶博士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佳叶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？你的长相和佳叶一样，你说话的语气也和佳叶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小姐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。您再找别人问问吧。佳叶，叶博士，开会时间快到了。就是佳叶。小姐，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。叶佳。我们叶博士的行情真是好，常常有女生跟他搭讪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瞧瞧这个，跟演韩剧似的。估计啊，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慕者。叶博士刀枪不入的，他们也不想想，这样就能钓上叶博士啊，真是白费心机。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，不花心，不花心也轮不到你。冯峰，哎呀，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过来了，你真想死我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呀？都消失1年了。
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你说我消失1年了？对啊，我去丽江搞创作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搞那个什么创作吗？你说你还非得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不就是写什么网络小说吗？你们这些小说家太不靠谱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闺蜜吧？你说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，让我一直担心。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说有人受伤了，谁呀？你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啊？你就别提了，我都快倒霉死了。看你这样，像你们俩吵架似的。到底谁呀？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好吧。哎，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朋友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刘强，你说今天那个女孩怎么看上去那么面熟呢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。想找你搭讪呗。现在的女孩啊，为达到目的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不像，就是感觉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她估计就是个喜欢你的女粉丝。哇，峰峰，你好有眼光啊！这个男的长得好正点呢。你可真重口味。狗皇帝，你醒了啊？此乃何地？这是医院。医院乃何地？你没事吧？医院就是给人看病的地方。就是啊，医院都不知道。你是何人？那是我朋友。那是我朋友。脑子有问题。啊！你找死！你竟然敢谋害朕！把朕绑成这样，还流出血来！你想弑君吗？你干嘛？狗皇帝，你给我躺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冯峰，你那是什么朋友啊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就是一个演员，这不刚演一个皇帝，入戏太深了吗？那你可赶快通知他家人过来接他呀！你自己也要当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吓死我了！这些钱你先用着。老板那边催我交策划，我先走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不够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猪猪，谢谢啊。废话真多。居然敢用利器来扎朕的手！刘强，病人住几号房？害朕！哦，住5号房间。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竟然要弑君！先生，先生，佳怡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居然还没死！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先生，你冷静点儿！先生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
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。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家业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。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哥，哎，我撞的那人出事了没？挂了吗？你说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万一出点事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正开车赶去剧组现场，谁成想我前面突然出现一个穿盔甲的，这不是要吓死人吗？哎，你说现在的演员也真够敬业的啊，这下了戏，戏服也不脱，诚心吓人，也没人管管。你呀，3天2头就非得惹点事儿，怪不得爸妈一直担心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唠叨爸妈的事儿啊，千万别告诉爸妈。哎，就这么走了？啊，人没坏就交给你了。月里，朕要回宫，你回我不回？那你也得告诉朕回家的路啊！你自己不知道找啊？朕怎么找？你是天子，受之天命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求我干嘛？啊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把人吃到肚子里去了？那是汽车，不稀罕吃你的。你是暴君大魔头，来到魔界怕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朕要调动大军。你当你是军委主席啊？你这样子调动乞丐还差不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各回各家，拜拜。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朕在一起。别跟着我！放开！你谁啊？你们是找？这我租的房子啊。你就是这儿的租客呀？搞什么飞机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听说你1年前失踪了，我呢是刚搬进来。不，那我东西呢？东西？啊？哦，我呢看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也就扔了。扔了？啊？那是我所有家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什么事情？你怎么这样呢？你陈经理，朕要杀了你！朕要灭你！对不起啊，我哥他暴脾气，拍戏的，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你神经病吧你？你不怕别人给你抓起来？二货！do
干的活你要振作。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啊？我都够倒霉的了。这哪么明显？都怪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怪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这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拍照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妙莲，妙莲，开房。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2间房，一间最好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一间480。一间，最便宜的。怎么一插它它就发光？到家啦。累啊。你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
我难解甲胄，如今已经把人屠死大案，要何回答？为擒杀贼，不求不大秦之下，怎么了？日薪1000元以上，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佳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。今儿刚来的。这是陈姐的见面礼。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